各位观众，这期头彩得奖奖金总共有110，数字号码等下來，大沙上愛發大財，全部電影中跳財。Oh my god！ 數字號碼等下來，大沙上愛發大財，全部電影中跳財。Oh my god！ 大師中跳財，你愛中馬街，如何保持低調？一定不讓他人知道。買大車，買大房，首先滿足生活慾望，我要完成我未完成夢想。不用三餐煩惱，出門不需要保鏢，環遊世界就列國，選擇主義玩樂就是好。我要買下無人島，我要美女圍繞，所有人看見我大聲喊：大王好，大王好！大師中有錯，你愛中馬來顛覆傳統，來世界大不同，給你實現夢想，再實現來動物園、遊樂園。愛隨性玩樂不用錢，數字號碼定下來，大沙上去發大財，全部電影中跳財。Oh my god！ 數字號碼定下來，大沙上去發大財，全部電影中跳財。Oh my god！ 阿妹愛跳那輕輕木主當意來，舞台姑姑唔理錢，一萬點下來，假使愛中跳財，我會起來，我會起來。最愛你的海光美歐奶，鬆快用下台上演出來。Oh yeah，KNG 出現多了聲音，對下地是靠着未來，把好靈氣夢是黑點點。In this morning, I got the money, I got the lady, I got the beauty, I got the everything, just around me, oh baby。我用它 music 節拍的樣用要加全心機，經濟力不怕用它變唱出你的經驗。假使愛中跳財，我會起來，我會起來。假使愛中跳財，我會起來，我會起來。數字號碼定下來，大沙上愛發大財，全部電影中跳財。Oh my god！ 數字號碼定下來，大沙上愛發大財，全部電影中跳財。Oh my god！Money, get money, get money, money, get money. Bidi badi ho, we want 大樂透，貪愛大樂透。I got the money, I'm the king of the world。我們來跳財，賺着 crazy oh my，兩黑愛萬彩夢，戀愛億萬大富翁。我們來跳財，賺着 crazy oh my，兩黑愛萬彩夢，戀愛億萬大富翁。數字號碼定下來，大沙上愛發大財，全部電影中跳財。Oh my god！ 數字號碼定下來，大沙上愛發大財，全部電影中跳財。Oh my god！ 大吉大利養父嘅，哇！家下談到高落去落部大女哋一首暗號談嘅歌曲咧，大陸跳彩哦，真是當年當時行演錯住嚟唱哦，你啊識到咗分享幾多？哎呀，歡迎高樂俱樂部，新年好，新年快樂，新年快樂，主持人快樂。哎呀，你啊哈，搞啲熒光啊，越來越好啊。係啊，後生也是衝啊，冇恐龍誒。我來後生也是年輕啊，要心態要保持年輕。真嘅，後生對後生。哎，你有冇想過要取這個玩樂俱樂部暗用嘅名啊？其實你都搞嘻哈饒舌哦，一般來講都都用批評啊、諷刺啊，我都希望用高樂啊。帶給大家歡樂，真嘅，客家是就需要這樣的團隊。你說像你突動談到講翻譯就係講英語咧，從 rap 當從當普通，咁當然用客家嘅英語咧，從 rap 是冇強用咧。錯，係咩輕幾多用客家嘅 rap 都睇得白眼一下。哎呦，阿亮算是即興為了靠幾條嘅嗬，有發圖冇？冇發圖講你上週。冇發圖主持人免講嘅啊，周嘛。好，要麻煩孔鏘老師轉的 beat。喲 ，OK。Yeah, check it. 講客家係啊，客家擺成嘅。二三四，我就是高樂俱樂部，用客家音歌行出第一步。希望大家共勉，作詞的三副都得創造台前，空多中環部。謝謝 ，Come on。好，方言，方言啊，用方言啊，用國語做的。國語，我用台語好不好？台語嘛做的。1 2 3 go。
啥人讲查甫人40岁就啥都袂了？这讲查某人40岁亲像外凉时阵，咱若是要来做命痴，无迄个命真命，无要紧来买咱的手，高楼俱乐部好唔好？耶！你有没有考虑要换团员啊？我考虑换孔江老师啊。咁變走啊！啊，排泄啲結客家人啊，唔可以講客。真嘅啊！對啊，衝喺全部係教嘅啊。哦，你喺那邊客家人？一直用背的。你那邊客家人？雲林2輪的輪背。輪背啊！媽媽客家人啊？媽媽日本人，日本人。爸爸客家人。哎，在專輯裡面有客語、有日語、有發音，還有印尼英語的部分。因為媽媽是日本人。哦。可是我很想知道一下，彈頭媽媽是日本人，那你在台灣？在客家莊，興牛應該狗姓煙嘅。錯，你係東涌嘅嗬。狗姓煙有慢歌，怎麼過？他唔是啊，講過，就是怎麼樣在台灣過新年？新年有慢歌。新年哦，新年就會回花蓮跟我阿姨他們過。啊，老年阿姨跟原住民結婚，對。所以當年都19就錯嘅。19係啊，消極都不知道。嘿，他們是用豐年祭在過新年。所以說豐年祭跟我們這個傳統嘅客家嘅料新年共融啊，其實豐年祭料其實冇共融啊，不一樣，不一樣。哦，你阿豐年就是最重要是19拜神，19跳舞。哦，所以難怪現在客家嘅 rap 很厲害，因為豐年祭都跳舞啊，唱歌啊。對，跟你歌新年又慢歌。開玩笑，中國人客家人要做咩？拜神嘛，拜神拜起來東涌嘅大天花咧。係拜年嘛，長輩拜年，東涌嘅。嗰係國中以下的做的事啊。他睇到就是對啊，你有嘛？大天花。跟馬子拜年，沒。我諗下出來告嘛，因為今年呢新年它特別，初幾也是情人節，年初一就是今天。今日嘛情人節，今日情人節，古送你老娘情人拜年是媽走的啦，走的。大天花做乜嘢？找咖打麻將。大牌啊！過年一定會大牌。係啊，人家傳統嘅有大家吼，聯絡感情呐，玩個衛生麻將。小鐘哥，大家共應該方式都冇強咯，所以咧，今年講到按到共應該方式，你記得還有很好聽嘅歌曲會介紹。真嘅哦，沙來還有乜嘅好聽嘅歌曲。講下呢條歌啊，希望所以展現表現一家啦，所以呢條歌其實咩很多高樓俱樂部啦，然後我轉換一張名都愛師兄啊，愛師兄啊，做一家吹衝嘅，唔錯，我歡喜快樂，好，希望大家春太前，好，希望大家新年快樂啊，好，馬家歌名，愛師兄啊。